老友記，我問你，你日日去街市揀最貴嘅鮮魚、最靚嘅有機菜，起身提起就頭喺廚房忙足3個鐘，係為咗乜？唔係就係想仔女同孫仔食得健康、身體好咩？但我最痛心嘅係，好多阿姨明明出咗100分嘅力，卻因為廚房裏3樣唔顯眼嘅衰嘢，搞到所有愛心餐都變晒質。你以為係愛佢，其實係喺度無意中傷緊佢哋。尤其係最後一樣，9成阿姨屋企咧都有一塊，仲當係寶咁用。今日老林一定要做醜人啦，話俾你聽，點解呢啲嘢會令你白費心機？如果你想你嘅愛心唔好變害心，如果你仲想睇住孫仔開開心心長大，呢條片老林求你一定要認真聽完。第一部分講過奇乾貨與霉菌，我相信好多阿姨嘅廚房最深處嗰個櫃位一定收埋咗好多寶貝，可能係前幾年個女買翻嚟嘅花膠，或者係個新抱送嘅乾瑤柱、花生粉。我哋呢輩人細個窮過、苦過，一粒米都唔捨得嘥。呢種慳家係美德，係我哋持家有道嘅證明。老林完全明白，有時見到啲嘢過咗期，或者有少少變色，我哋第一反應唔係屌，而係覺得哎呀，咁貴買翻嚟，洗下佢，曬下佢，用大火煮耐啲，一定冇事啦。但係阿姨，老林今日環境一定要同你講，美德係換唔到健康嘅。你知唔知有一種嘢咧叫黃鳩霉毒素？佢最中意匿喺呢啲變咗質嘅乾貨、堅果同豆類入邊。老林今日唔同你講太多深奧嘅化學，我淨係想話你知3件事。第一，仔，呢種毒素係無味嘅，你個鼻聞唔到，你對眼睇唔到。第二，佢耐高溫。阿姨，你以為你煲湯煮3個鐘好勁啊？黃曲霉毒素要到280度先會被破壞嘅，你屋企個爐頭煲到乾水都殺唔死佢。第三，佢對我哋老人家個肝係毀滅性嘅傷害。我以前有個老姊妹咧，佢好中意將過期嘅花生磨碎嚟煮糊俾孫仔食，話有營養。結果咧，全家人無端端面黃黃，成日好瘦，去檢查先知肝指標咧高到嚇死人嘅。阿姨，你咁辛苦持家，係想仔女身體好，唔係想親手餵佢哋食毒素嘅。阿姨，聽老林講，掉咗呢啲過期乾貨，你只係避開咗第一架撞向你嘅車。其實乾貨發毛，你仲可以用肉眼睇到，避得開。但係接下嚟老林要講嘅第二樣嘢，係你日日煮飯親手落去個鑊度嘅。你以為係鮮味咧？其實咧係將成罐化學鹽糖咧倒落仔女個心血管度嘅。如果你發現你最近手腳容易腫嘅，血壓降唔落，甚至係口味越食越重，好大可能係因為咧你買錯咗呢樣調味品。大家依家起身去廚房攞你嗰支鮮味劑出嚟，跟住老林一齊睇下個成分表，你會發現一個連超市員工都唔會話你知嘅驚人真相啊！第二部分講化學調味品。好啦，掉咗過期乾貨，我哋入廚房睇下第二樣嘢。係，你平時煮餸係咪覺得唔落啲雞粉，唔落啲濃湯寶，仔女就嫌無味？你係咪覺得呢啲包裝上面畫住隻大肥雞，寫住鮮味濃郁嘅嘢，就真係用雞熬出嚟嘅精華？老林今日教大家一個絕招，以後買嘢唔好睇包裝個正面啦，要睇背面嗰行細到睇唔到嘅成分表。法律規定咧，邊樣嘢佔最重咧，就要排第一位。係，你睇下你手頭上嗰罐排第一位嘅通常係咩？
係鹽啊，跟住咧就係糖嘅，再落嚟就係增味劑。你以為你煮緊雞湯，其實你係喺度餵緊仔女食化學鹽水啊！最令老林心驚嘅係呢啲化學嘢會令我哋嘅味覺越嚟越退化。點解你血壓高、手腳腫，甚至腎臟負擔越嚟越重？就係因為呢啲隱形鈉。你以為你煮餸已經放少咗鹽啦，但其實咧呢啲調味品入邊嘅鈉咧已超標晒。阿姨，你唔係煮得唔好食，你係被呢啲化學嘢壞咗條紀。你咁辛苦煲湯，係想潤澤家人，唔係想親手令佢哋血管硬化。其實想鮮味好簡單，用天然蝦米烘乾嘅香菇粉。雖然貴少少，但嗰種係真材實料。阿姨，聽老林講，如果你手頭上嗰罐嘢成分表排頭3位有糖或者味精嘅，為咗你個腎同埋仔女嘅心血管，慢慢戒咗佢啦。第3部分講發毛木砧板，不過頭先講嘅2樣嘢，你小心啲都仲可以避開，但接落嚟第3樣嘢。老林真係睇到心痛，呢樣嘢咧就擺喺你灶頭，你日日用佢嚟切菜，但係佢隱藏嘅毒素係直接切入去你每一盤菜入邊，避都冇得避。好多阿姨用咗10年都唔捨得換啦。其實你係同千萬計嘅細菌共餐。阿姨，你睇下你屋企嗰塊係咪由仔女讀書用到依家佢哋生仔？你都唔捨得換，你覺得每日用熱水沖，用鋼絲擦到乾乾淨淨就叫衛生？老林今日要揭穿一個最殘酷嘅真相，你以為你洗得走嘅係污漬，但其實你洗唔走嘅係霉菌啲根。木頭係有纖維嘅，你日日切肉切菜，啲血水同殘渣早就滲入咗木頭深處。你以為表面白淨咗，其實霉菌喺入邊咧已經生到密密麻麻啦。最恐怖係咩？你今日切生豬肉，啲細菌入咗條痕度，轉頭你沖一沖水，又拎嚟切孫仔食嘅生果，切全家人食嘅燒肉，你每一刀落去，其實係將木頭深處嘅黃級霉素同大腸桿菌直接片落個餸度。你咁勤力日日洗日日擦，結果係親手將毒素餵俾你最心愛嘅家人食。阿姨，唔好慳嗰100-200蚊啦，一塊板用10年呢，唔係美德，係風險，係見到發黑有心痕，即刻去換一塊防霉生熟分開嘅砧板。呢啲錢唔係消費，係買緊一家人嘅命啊！老友記，我哋呢輩人慳咗一世，其實都係想留最好嘅俾下一代。但記住，健康先係你留俾仔女最大嘅資產。今日返去檢查下你個櫥櫃同砧板，唔好驚浪費，掉咗呢啲衰嘢，先係對仔女最深嘅愛。如果你覺得老林今日講得啱，請你咧一定要分享去你個 WhatsApp 家族群，提醒埋你班好姊妹。我係老林，守護65歲以上老友記健康。我哋下集再見。